今年60年手头香有无共款的做法。中华南药宫逐年拢举行这个为罗门的手头香这个活动，因为参加人伤济，逐年拢发生安尼钱来客气，为人跋倒受伤的状况。所以讲南药宫今年就改做手头香，买走标，也是讲走烧肉，我是讲练走。起点是伫县立的体育馆走到南药宫，差不多有2公里远，走起来若要平金车，差不多8分钟到10分钟。安尼做敢会较安全？目前还未确定，因为时间还未到。也不过民众认为讲，安尼较无抢头香的气氛。为了卖灭门一个开，信徒赶紧冲，拢是为了买抢头香。中华南药宫逐年拢安尼抢头香，抢到有人受伤。庙方讲，今年要改变抢头香的规则。改变做抢头香的走烧肉，一群人为县立的体育馆开始走，走到南药宫差不多2公里远，走起来时间差不多是8分钟到10分钟。红楼香就是在没有人口等嘛，这样子感觉就真的是比较没有那个味道了，确实是没有味道。有人感觉失去抢头香的意义，要不顶一届头香的地主认为讲应该会较安全，比较不危险，因为可以删除一些老弱妇孺，他们去参加就是争取那种危险性。庙方人员讲，参加比赛的人手骨会挂一块布，为了明主持一到，依照规划好的路线封路，大家做伙走，沿路会有工作人员去做管制，禁止为半路偷食布，也是找人骑车去载。走第一名会有8888块红包，第二名是6666块，第三名是3333块。另外有3位妇女的保障名额，所有人走刷。再做伙摆，做伙插头香，还是有奖金，奖金跟往年一模一样哦。那我们希望大家不要那么危险。抢头香是当年为罗梅重点活动，今年南药宫改变规则，改做走烧肉，敢有法度改善混乱的场面，时到就知。